如果有一日你突然穿越翻清朝，而且一擘大眼發現自己唔係普通人，唔係王爺，唔係富二代，而係雍正皇帝，你第一反應可能係哇正喎，皇帝喎，成個天下都係我嘅，想食乜就食乜，想瞓幾耐就瞓幾耐，直接開啟人生 VIP 模式。但小凡我話你知，千祈唔好咁天真。因為如果你真係過住雍正嘅一日，你好可能唔使等人謀朝篡位，自己已經上職場劈炮唔撈。點解？因為雍正可能係清朝最出名嘅勤力皇帝。人哋做皇帝係享受人生，佢做皇帝係將紫禁城變成大型辦公室，而且仲係全年無休嗰種。凌晨3、4點，當成個紫禁城仲黑麻麻，普通人連夢都未發完，養心殿外面已經有太監急急腳咁行入嚟話：皇上夠鐘起身啦！你眼都未擘大，心入面可能諗緊：喂，可唔可以瞓多幾分鐘啊，大佬？唔好意思，唔得。你而家唔係普通嘅打工仔，你係大清朝嘅皇帝。普通人遲到最多俾老細鬧，皇帝遲起身，成個國家都要陪住你發夢。宮女太監即刻一擁而上，幫你洗面刷牙梳頭整理衣服，再幫你整好條辮。你可能人都仲未開機，但係髮型就已經 set 好晒，因為你要先代表好大清朝嘅精神面貌。執翻好個樣，你以為可以食件餅飲杯茶再慢慢回魂？又諗多咗啦。作為雍正，起身第一件事唔係碌手機，唔係食早餐，而係學習同批文件。滿文要學，漢學要睇，天文數學西洋知識全部都要涉獵。簡單嚟講，皇帝都要上早課。你以為穿越翻古代就可以做逃學威龍？難啲啦。學完一陣，仲有琴晚送到嘅緊急奏摺等住你批。現代人翻工見到 email 已經頭痛，雍正每日見到嘅係一堆堆嘅奏摺，而且唔係睇完打個 OK 就算嘅，佢好多時會逐句睇，逐件批。有時大臣寫一份奏摺，雍正嘅朱批比原文仲長。現存最長嘅一份朱批，據講可以去到2000幾字。嗱，你讀書嗰陣寫800字作文都拗晒頭。雍正批一份請安奏摺，隨隨便便都多過呢個數。呢個工作量放到今時今日，已經唔係皇帝，係 CEO 兼總編輯兼客服經理。終於捱到凌晨5點左右，奏摺批完第一輪，你要換上龍袍，準備去慈寧宮向太后請安。啱啊，皇帝都要請安噶，即使你前一晚加班加到嘔，第二朝都要精神奕奕咁樣去做個孝順仔。請完安，終於到咗早餐時間，你可能又開始幻想皇帝食早餐，起碼都應該係滿漢全席嘅迷你版啩？又錯啦！雍正嘅早餐樸素到你懷疑自己係咪穿越錯咗身份。一碗小米粥配少少鹹菜，冇大魚大肉，冇山珍海味，連 M 記嘅早餐都好過佢多多聲。而且雍正食飯出名快，通常10零分鐘就搞掂。有時仲要一路食一路聽大臣匯報，一路睇公文。家陣我哋食飯睇手機，已經覺得自己好忙碌噶啦。雍正食住早餐嚟開會啊！食完早餐，早上7點左右就要去乾清門上早朝。原本呢，有啲朝會就未必日日開嘅，但自從雍正上位之後，直接將節奏拉到滿，大臣都冇得偷懶，大家一齊跟住皇帝變勤力。為咗提升效率，佢要求大臣奏事要簡明扼要，唔好長篇大論。聽落係咪好似現代嗰啲老闆開早會咁啊？每人3分鐘，講重點。但問題係，大臣講完，你作為皇帝仲要即場判斷呢件事準唔準，呢個官調唔調，呢單案點樣處理？每一個決定背後都可能牽涉到一個地方、一批官員、一堆百姓。你個腦好似要高速運轉嘅 CPU， 任何時候都唔可以宕機。去到上午9點，早朝總算結束，你以為終於可以唞下啦？唔好意思，早朝只係開胃菜，真正嘅主菜係要接見官員同批閱奏摺。你要翻到養心殿或者乾清宮，開始一輪又一輪召見地方大員，日日可能見幾十個人，每個人講15分鐘左右。
聽落好似唔係好長，但你諗下，連續見幾十個人，每個人都帶住一堆問題入嚟，有人講水災，有人講稅收，有人講軍務，有人講官場糾紛。你表面上係一個皇帝，實際上係全國最高級別嘅客服中心。官員走咗，奏摺又嚟，奏摺批完一堆又一堆。雍正每日少則批幾十件，多則上百件，而且仲係出名認真嘅。佢唔係求其畫個圈蓋個章就算，而係會寫批語、追問細節、鬧人、提醒人，甚至同大臣喺奏摺入面你來我往。講白啲，雍正唔係做皇帝，佢係將自己活成咗成個大清嘅專案經理。到下晝1點，終於可以食 lunch。嗱，呢餐呢先係正餐，所以菜式會比早餐豐富好多，20味菜都有嘅。但問題係，雍正本人又唔係特別為食，佢好重視養生，肉食得唔多，通常呢都係食啲蔬菜啊、豆腐之類嘅。你穿越成佢，想偷偷夾多幾嚿肉，小心旁邊一班太監宮女即刻覺得，喂，皇上今日好似有啲唔同喎。為咗唔暴露身份，你都只能跟住雍正嘅習慣，睇住眼前成圍菜，結果你主要食齋。呢種感覺就好似你去咗5星級自助餐，最後只能夠食沙律一樣。食完午飯，總算有1個鐘頭左右可以休息，可以瞓晏覺，可以睇字畫、玩古董，可以同妃嬪仔女傾下偈。但你唔好開心得咁早啦，呢個只係短暫回血，唔係收工。下晝3點左右休息結束，繼續開工。上午未批完嘅奏摺繼續批，未見完嘅大臣繼續見，未處理完嘅政務繼續處理。你以為皇帝最大，時間係自己話事嘅？但係對雍正嚟講，佢似乎只係俾政務反過嚟安排人生。忙到傍晚，終於可以食晚飯，但係雍正偏向過午不食，所以晚餐通常都唔係大魚大肉，而係少少糕點、酒水，簡單填下肚。食完少少嘢，仲未完啊！雍正每日都要去佛堂誦經禮佛，處理國家大事之餘，仲要兼顧精神修行。去到晚黑9點，禮佛完畢，你終於翻到咗養心殿。普通人呢個時候已經攤喺張床度玩手機睇電視，但雍正唔係普通人，日頭未做完嘅工作，晚上繼續 OT。奏摺繼續批，政務繼續睇，一直忙到晚上11點左右。由凌晨3、4點起身，到晚上11點收工，中間除咗食晏，幾乎都係做緊嘢。更離譜嘅係，如果呢個時候你仲有精神，太監可能會遞上6頭牌，俾你選妃嬪侍寢。聽落好似皇帝嘅福利終於出現啦，你等足1日先進入主題。但係你諗真啲啊，你由凌晨忙到夜晚，奏摺批到手軟，開會開到頭都爆，禮佛禮到心如止水。呢個時候你最想做嘅可能並唔係翻牌。好啦，該生仔都要生嘅，都係做皇帝嘅任務之一。等一切結束，你終於可以瞓覺。但係幾個鐘頭之後，太監又會準時嚟叫你起身。新一日嘅循環打工模式又要開始，所以你而家明白未？皇帝生活聽落風光無限，但係如果你穿越錯咗，變成咗雍正，可能喺第一日就會發現，張龍椅並唔係想象當中咁舒服，唔係人人都坐得嘅。雍正之所以喺歷史上存在感咁強，唔單止因為佢手段硬、改革多，亦都因為佢真係勤奮到離譜。佢將自己變成咗大清最忙碌嗰個人，大臣可以輪班，太監可以交更，但皇帝呢，冇得請假。所以話皇帝嘅生活冇咩好羨慕嘅，尤其係雍正呢種。你以為佢住紫禁城享盡榮華富貴，但實際上佢每日過嘅可能係一種加長版、豪華版、冇得辭職版嘅打工人生。如果俾你過雍正嘅一日，你仲會唔會想做皇帝呢？反正小凡我覺得我呢就真係做唔嚟啦。